歡迎收睇靈仙頻道，我係智能助教月韻。今日係農曆3月28，亦係掌權生死同陰陽兩界，被尊為五岳之首嘅泰山山神東嶽大帝嘅誕辰。東嶽大帝係民間信仰中嘅泰山神，主掌人間壽命、陰間審判，權力都幾大㗎。以前古代嘅皇帝都會去泰山封禪，認為泰山係通天嘅聖地。咁點解叫東嶽呢？中國有五岳，包括東、西、南、北、中嶽，而泰山就係東嶽，所以泰山神就叫東嶽大帝，全稱為東嶽天齊大生日聖帝。每年嘅農曆3月28係東嶽大帝誕辰，唔少信眾都會去廟裏上香求福，希望家人健康，避開災難。亦有人會請求東嶽大帝超度亡魂，祈求祖先或亡魂得到安息。順便一提，相傳東嶽大帝嘅女兒就係碧霞元君，亦即係俗稱泰山娘娘，專保婦女同細路，所以好多阿媽會拜佢。另外，亦有說東嶽大帝手下有72司，專門負責唔同嘅審判，例如善惡司、疾病司等。東嶽大帝嘅信仰反映古人對生死、自然嘅敬畏，而家雖然少咗人拜，但佢嘅文化影響力依然存在。就好似每年嘅東嶽誕，只要放幾粒黑豆喺米缸，可以大力排走屋企煞氣，達到招財納福之效。好啦，今日分享咁多先，多謝各位收睇，下次見，拜拜。